国家人权博物馆对2018年开始举办绘本创作培育工作坊，要和出版社合作，推出2本人权教育绘本，甲威权时代伤痕透过绘本的多样表现，希望人权基地会当互愈侪人理解，也会当成做传承历史记忆的一种方式。 绘本描写着故事当中代表政治受难者的家属的老母，一直看窗仔门，讲有恐怖的人影。不过对囡仔角度来看，啥物都无。这个人权教育绘本合作通，作者用囡仔角度来看威权时代留落来的家庭伤痕。受难者家属跟他的后代怎么样去看待？威权时期结束之后，但是仍然有威权幽灵存在的这件事。 搁一本是我阿嬷总是听到奇怪声音，用声音来描写阿嬷的创伤。明明就是快乐的炮仔声，阿嬷听起来却是庆声。这2本册是国家人权博物馆的人权教育绘本创作培育工作坊第4届得奖作品，伫礼拜3举办新册发表会。窗透过家庭的场景，展现了域外之囚的压抑与等待。我的奶奶总是听见奇怪的声音，则是透过祖孙对于声音不同的认识。 描绘了历史记忆在不同年龄层的延续。我们透过这样种种的这些不管是我们的这些绘本，或是很多的这些载体，所传达的这些价值，我都希望说，是可以让更多人理解过往这些历史脉络，那理解才可以走出上头。 人权博物馆对2018年就开始透过绘本，甲恶讲出嘴的伤痕，透过动游来做表现，希望历史的记忆会当互人看到、互人理解，嘛加做传承历史记忆的一种方式。记者陈选林旭凯台北报道。